新 Mobile 100G 5G 計劃限時送中國、澳門共用數據，開附屬卡有8G 本地數據。新年流流行過電信商門市，點都會見到大大張嘅新年優惠海報。今日行過新 Mobile，唔係特登去出機，但係眼尾就望到張海報寫住 Happy New Year 2026。好奇心驅使之下，就入咗去八卦一下。一問之下就發現個推廣唔單止係指定嘅 plan 會送額外嘅中國、澳門數據，就連現有嘅客戶都可以一齊玩附屬卡優惠。今次推廣嘅核心就將呢個100G 嘅本地 5G 數據套餐，149蚊月費，直接捆綁埋3G 嘅中國內地同澳門共用數據。呢一個改動對於每隔1-2個禮拜就要北上消費一趟，或者係偶爾去澳門玩2日嘅用家嚟講，就方便得多啦。起碼唔需要再下下擔心一過關就斷網，或者係急急腳咁要去揾便利店買數據卡。而更加關鍵嘅係性價比。以往擁有相近嘅本地數據量、月費門檻同埋數據地域性都冇今次咁闊綽。以往158蚊月費只係包50G 嘅 5G 數據，而且唔包內地、澳門數據。而家唔單止月費平咗，本地數據翻倍，仲送埋內地同澳門數據。對於用量穩定又需要兩頭騰嘅用戶，的而且確係減省咗唔少嘅規劃同埋開支上面嘅麻煩。而且現有嘅客戶佢嘅附屬卡亦都會大升級。如果已經係新 Mobile 嘅客戶，加開附屬嘅 SIM 卡，咁就可以用48蚊月費享用到8G 嘅 4.5G 本地數據，仲免埋每月18蚊嘅行政費添。個重點就在於升級嘅幅度。以往附屬卡嘅入門方案，數據量真係只係夠應急，本身係28蚊一個月包1G 嘅數據。而家新優惠之下嘅數據用量，足夠一個輕度至到中度嘅用家。例如係屋企入面嘅長者或者係另一半，佢日常嘅通訊、睇下社交媒體同埋地圖導航，變相令到主卡嘅客戶可以更加輕鬆咁為全家安排晒網絡服務，管理起上嚟又簡單又確實慳到錢。